搏擊運動係1對1嘅肢體對抗嘅比賽啦，咁我係定好晒啲規矩啊，咁啦，boxing、kickboxing、泰拳啊、MMA 啊、散打啊、摔跤啊呢啲都可以嘅。依家潮流興可能有時1打2啊、1打3，骨位啊、腳啊、膝頭哥啊、肋骨啊、啲波子骨啊、手腕啊，通常都會係發生多啲。拳手通常都係忍到就忍咯，忍到忍唔到先會睇醫生嘅。但係依家就好啲啦，真係唔對路就會去排急症啦。香港醫療就實在太差啦，你起碼等4-5個鐘。依家都有啲學生會去物理治療，但係反而物理治療我未試過，針灸啊、急症啊佢哋都係唔協調啊，或者係肌肉一邊大一邊細，天生嘅身體結構係差啲啦，佢操到某個樽頸位，佢就繃緊晒，咁連呼吸啊、發力啊都會影響到佢。咁你要揾啲時間去拉分鬆，開翻嗰啲位，跟住先可以打到某啲動作。